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5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7篇，箴言第2章第1节到第5节，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教导。诗篇23篇。大笔提到着牧者是提供羊群所需要保护、引带，并且教导佮管教。教导是得到福音上重要的基础。摩西不但颁布10诫，佮靠迄种613条的律法的规范。另外，咱嘛看到耶稣伫传福音的初期嘛是用教导军队者做基础，而且伫伊搁活门徒显现的时阵，也伫大使命中间来吩咐因：我所教示恁的，恁着爱教示因来遵行。现今的基督徒就应该爱来昆读圣经，明白主的教导来军队伊。安尼才会通被称作基督徒，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在教导咱迄个新的诫命共款。讲恁若彼此相听，众人着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啊。所罗门王嘛教导伊的囡仔，所以就留落迄个箴言，咱讲智慧之言。互世间人通好去遵守。今日的经文箴言第2章第1节到第5节，我的囝，你若接受我的话，将我的命令藏伫心内，注意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。你若求明理，大声求聪明，若找伊亲像咧找银。敲找伊，亲像咧敲找藏的宝贝，你就明白要安怎来敬畏上帝，要知要安怎来认捌上帝。伫教会生活中间，彼此相听，并毋是真简单。在生活上，就算是一家人、亲人，嘛无拄真容易。咱要看见伫初代教会宣教，保罗甲伊的好朋友巴拿巴，嘛捌因为是毋是要互年轻的马可，搁再度来军队因有真严重的纷争。咱就亲像牧师常常提醒的。咱会当有意见无同，但是毋通最后落到意见袂合。咱看见伫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，记载着巴拿巴甲保罗因的纷争。过两日后，保罗对巴拿巴讲：“咱搁来去前传主信息遐的城市探信徒。”看因的情形，巴拿巴爱要带叫做马可的约翰做伙去，毋过保罗想讲无适合，因为马可捌伫这个庞菲利亚离开因，无继续甲因做工。因两个人意见真激烈的冲突，直到着分开。巴拿巴带马可坐船去塞浦路斯，保罗经西拉，信徒将伊交托伫主的恩典，伊就出发。伊行透叙利亚甲基利家，坚固逐教会的信心。伫尾后，咱伫哥罗西书第4章的记载中间，也看到保罗提到着马可。咱看到马可伊的改变，嘛看到保罗对马可这个态度的接纳改变。
这是主耶稣基督所教导咱的基督徒的特质，着爱彼此接纳。虽然大家无共款，着爱彼此相听，安尼才会通成做真正的基督徒。诗篇67篇，愿上帝怜悯阮，赐福予阮，愿你用仁慈款待阮，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，互万国捌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，愿万国快乐，唱歌欢喜，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，引传世上万国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学乐你，土地有生产五谷。上帝，阮的上帝有赐福予阮，愿上帝赐福予阮，愿地拢敬畏伊。感谢主，予阮得救，求主帮助阮领受教导，遵行主的诫命，来成做主忠心的仆人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